也系郭哥做茶金的时节嘅插进剧本，好，几杯戏文和留等，应该你也会觉得很值得留哦。要值得，因为那是一字一句我辛苦做功课来的，嘿，而且我自己有一套自己记台词的方式，嘿，我也不会罗马拼音，嗯，我也没有什么客家的母语，那我大概就是老师硬教我就硬学。一开始请五个时节邀请你的时候，嘿你第一个想法配嘛给？第一个想法，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，人家找我演就去演啊，完全没考虑。我没有考虑。哇，你就找我演了，我还有什么不好演？哦，就怕你不找我演了。你刚刚不会讲哈？对，我不会讲客家话，但是会有老师教我嘛，在开拍的前1个半月，然后一点一滴的教我们，把台词一句一句的这个剖析起来，然后我就慢慢学啊。可以念个一段不爱谈哈。我大概还会背啊，就是我骂我女儿那时候，哦，因为她我好像是坐牢回来，然后那个茶叶又被女儿跟那个三妹动了手脚，那真正是掺粉的茶，然后我就很气，生气之后呢，我就把她叫到这个办公室的时候，那我就骂她，我说我冲死不依石头用好作好吐最好嘅福教，你爱的做阿爸尽量满足你，根本你为着250万出卖切价，出卖你讲的形容。这个你看我用老师那边学来的，我觉得蛮好的。石头嘛，沙头。对。那我们在学的时候都会变成偷沙头就不准啊。那我就问老师说，到底要这怎么准啊？那个偷怎么发音啊？老师就教我锅贴的贴加乌2个字一起念，乌不要发出音，贴就是贴了，是也个音嗰种音发不出来，发不出来啊。对，很多人发不出来。撒贴乌，你看我其实是念撒贴乌嘛，撒贴乌，那个贴就出来，嘿，连起来，那不用愁的发愁的愁啊 ，sell， 我会念成休啊，休息的休啊。我说老师这是怎么了？你把谁跟乌，谁你是谁那个谁跟乌一起念 ，sell， 那个音就出来 ，sell， 谁乌 sell， 不是 sell， 我就觉得很有兴趣了，我就变成很有兴趣，等于说屯学花娘转来，把客语捡回来。对。